我中村过去的，中村过去看了你们给我吃的去，看中下人给我改天当晚要在吃吃多，吃的容个啥容个大不家么给我吃的，不刚进就是啥在的毛了嘛，得干的嘞，得打我说到你是啥家的嘞，没天我们俩牛吃完他们那看不进去在了，床的时候是给家什么你吃完的，这个看中下妹妹的这大的看到中的是的。怕你咋杀了人嘛？跟打的枪筒了人嘛？个走，这打的可能弄在车嘛样啊？吃的吃走，弄怕吃枪那么凶过的。俺说怎么不讲这把的？怎么俺说不讲这比啥的？吃的吃走，你啥口啥枪呢？怕他弄没的为嘛样？几把炮装不走，菜的老边的。大把大啥做去做为嘛样啊？不过去动大了没说的为嘛样啊？等你当床的去。抖音。